德國甲組足球聯賽，法蘭克福作客反勝格雷特霍夫3-2，得失球差5及同分嘅史浩克04仍然排第5。吳紀欣報導。個球開出嚟守衞線後，益咗龍門口嘅組織智，開波2分鐘排榜尾603嘅格雷特霍夫領先，意外呢。法蘭克福要搶分上翻第4，又點會沉默是金啊？靠乾貴士撳地波13分鐘就追翻，大家扯平由0開始。攻勢無需要太多，最緊要入到波。換邊後，艾拿窄位抽入，法蘭克福反先，係佢起腳省中巴巴個波近處入網。到68分鐘嘅快速反擊，美亞禁區邊射呢個就清脆利落，拉開到3-1。格雷特霍夫3分鐘後有沙拉拿射翻死位，中柱彈入，掀起過一陣高潮。可惜最後都追唔翻，輸波後仍然排包尾。法蘭克福贏3-2，得失球差唔及同分嘅史浩克04排第5。另一場6-3嘅和夫斯堡比紐倫堡逼和2-2，3分鐘迪亞高就入個罰球。隊友奧力禁區外左腳笠向遠處一樣咁靚，27分鐘領先到2-0，爭啲3球添。可惜完半場前希美斯邊走邊射中柱，唔使失多球，紐倫堡能夠翻身，全賴有里斯蒙斯。趁對方解圍出嚟，球不着地窩里個波曲墜入網。實在怪你射得過分美麗，無論正面定側面點睇都係世界波。61分鐘1-2，佢哋一追再追，5分鐘後罰球傳入去，接應嘅有心人係柏尼路神，紐倫堡最終追平，聯賽不敗延續到8場。尾段帕克特嘅頭槌中未能夠反敗為勝，最終結局2-2。有線電視記者紀欣報道。